你是挑狗的还是哪？无台主的中文好流利。台语啦。我这种程度嘛，基本上是普通人，无算上好。应该讲这是一般人的水准，一般人爱练到像我安尼，才算是讲你是一个台语人。我毋讲台湾人，台语人就好。我觉得等下讲台湾人，佫来靠袂好。那安尼客毋是台湾人，那安尼完全毋是台湾人。大概拢有这种记忆就烦。对对。哦，すごいですね。絶対や。傻笑吧？无，哦，对，哦，是，帅。What the hell was that? What the hell was that? Oh my god, this is getting worse. 那我刚刚就。哦，干你老师不是拢华语结合台语外的会拍一拍某。中毒哦！哇，你有中毒哦？哦，我这就一样人，两只，是的，假的啦！干你娘的！有点。两只个烦呢，你哪样本事啊？无，歌手是专台语，毋是。歌手是专台语啊，为啥爱讲中文？你若自细汉是，你认同你家是你家的母语是台语的时阵，你会甲我讲我应该爱专台语。因为以前的时代人拢是讲台语。咱即代，咱才10档尔哦，10档就要安尼哦。你想，若过10档尔咯，这是一个足紧的速度。我顶摆记我伫退学迄查讲，像个有咧讲台语，结果基本上拢无啊。我讲全台语的台基本上拢无啊。正前敢是6档前，还是7档前的时阵，迄是2012的时阵，2012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有足侪双星海，其实因会讲全台语咧拍，但是即摆无啊，即摆遐一台。基本上拢袂全台语啊。是因的习惯造成的，因为北部，因为我即摆住台北啦，就发现讲，因会有一个。下意识讲，伊的下意识讲，哎哟，这个人虽然讲台语，但是我还是想要用中文甲伊伊有迄种概念，所以其实我即摆拢伫外口，我外口点菜的时阵拢讲台语啦，结果就是像我头仔讲安尼，就是伊会听着讲，为虾米我甲你讲台语，但是你还是讲华语，就是真气，足正发生。基本上拢是安尼。
所以我感觉这就可惜，因为你若放弃讲的时阵，你的团是都会困难。水，我准备开放，哦，刚才速度也是。所以卖你若放弃讲，真正都无机会讲，因为无人会比你讲台语。就算就算你伫网络顶头看到一款用台语的，用台语用白话语的，你拍伊，你骂伊，但是你毋讲嘛是无好。你到底啦？南部几乎拢听捌国台做伙行。但是我重点嘛毋是南部甲北部的问题，我重点是讲甲毋讲。我白啦，安尼伤侪物件，我辛苦了。安尼无位呢？哦哟，想搞我？好啦，等住了。I go。来完了。你看，我是要照灯的吗？我要给你照灯了。这是要行，但是那记录够烦。我迄两只真正足烦。所以我主要是加讲加听加支持，这是我开台无对个。干你啊！其实我嘛开要3档啊，但是全台语是2档真正做的代志。所以我感觉就艰苦的啊，因为。其实即马台语讲台语这个物件是无市场，就是我趁钱，就经营，就是愈来愈少人会讲，就是这类事情。所以我无奈，但是无法度。那条路伫倒位啊？一条。我是感觉讲啊，即马全台语的吓，厝啊拢讲华语啊，你若拢讲华语，在外地户拢讲华语，无机会成长嘛，无机会成长就会说，就会袂熟，袂练转，就袂讲啊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台面上即摆会晓讲的，应该纯参哥吧。虽然鬼狗会晓讲，但是拢垃圾话。鬼狗甲馆长拢垃圾话，而且无法度期待馆长迄中年人去，是无法度期待。